在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激起强烈国际反响之际，中国官员在东突厥散发起了国际安全教育运动。据中国天山网报道，该运动旨在提高公众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增强风险预防和应对能力，将在各个地方和公共机构中展开。报告称，该运动得到了宪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和网络安全法的广泛支持。观察人士指出，该倡议与东突厥散维吾尔人遭受种族灭绝事件所致，与中国不断恶化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这反映出中国政府担心失去对东突厥散的控制权。华盛顿邮报体育新闻评论员沙利·杰金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将中国比作危险的蛇。文章说，中国通过对其公民的管理及恐吓，控制了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支持者。杰金斯指责奥委会和奥林匹克支持的可口可乐等公司对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保持沉默。亚洲著名科学家佩里林克将中国描述为蟒蛇。起初，中国的压力非常低，你与中国达成了小而调解的协议，以而建立贸易、外交或奥林匹克关系。但是，当你进入房屋时，一条巨大的蟒蛇会打扰您。您发现自己或您的业务陷入困境，被迫像溺水一样行事。他以这种方式进行类比。林克还担心中国想控制自己的公民，这反映在他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中，以及国际奥委会及其合作伙伴无视中国奴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迫关押在集中营中，沉默无所事，无视酷刑和强奸事件。中共外交发言人对于美日联合声明强调，台湾和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与香港和东突厥散有关的事务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作为一种傲慢的干预，它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尽管美国和日本提倡自由和开放，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形成小圈子而引起派系冲突。该倡议与时代趋势形成鲜明对比，与该地区和世界许多国家在促进和平、发展与合作方面的共同希望形成鲜明对比。因此，美日同盟的性质及其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阴谋已经变得更加清楚。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宣布，他将在2021年之前将难民接纳人数限制提高到15万人。美国总统拜登在特拉华州与难民接壤的边界上向新闻界发表了声明，他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周末。当被问及拜登今年将收到的难民人数时，拜登说：“我们正在增加这一数字。问题在于南部边界上持续不断的青年危机。我们不能一次做两件事，所以现在我们要增加这个数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在俄罗斯与捷克共和国之间持续的政治危机期间，美国将反对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捷克共和国昨天宣布，已将18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这18人与在维比塔赫弹药库中的2人死亡有关，并给予他们48小时离开该国的机会。